拜拜兄吼，伊就讲很怪异。不是拜拜啊，拜拜是土口啦。伊是怪异啊，我是学编剧的。阮国剧内底嘛有一段戏，专门咧演默剧的，叫做《三车口》，出场时都安尼。这我知，迄下是毋是爱先出管的迄种？对。这里无顺安尼，手机啊出来佫无电啊，无要紧，佫有另外一支手机也袂记咧啊，来，直接啊，发现迄是阮兜电视的遥控器啊，要想咱早的方式，咱唔知要来啊，因为咱朋友是做刑警。拄好发现因女朋友是通缉犯，直接甲伊掠去警察局去咯。来，对我行，好，足好诶，哦，赞。 baby 要叫什么名咧？我不爱。我外口佫有一个佫较水，歹势啦。什么？呀！恭喜台语台每礼拜六暗时8点，请收看《台语歌上阵》。